嚟呢度度假，人均百幾蚊就可以承包我哋出遊嘅快樂。入門就係一個超寬敞嘅前院，可以喺度燒烤、嘆茶、傾偈。粉絲入住即時安排一份燒烤套餐你哋。推門即享私密性超好嘅溫泉，喺藍寶石發泉中放下你路途上嘅疲倦。一樓開放式廚房，秒變美食基地。客廳 KTV 承包咪霸嘅快樂。摩角東南西北風，快樂在其中。而家入住即時安排水上樂園暢玩門票，日頭玩水狂歡，夜晚浸溫泉睇星星。園區入邊嘅3公里蝶翼威尼斯泳道，打卡影相好出片。神仙度假體驗一鍵拉滿，瞓醒咗仲可以去清遠長隆體驗一下動物大逃遷嘅震撼。快啲約埋你嘅3、5知己，解鎖喺別墅入邊嘅多種快樂。我係愛上度假別墅民宿姑娘，如果嚟清遠玩，關注我唔迷路。